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代在你手心中，愿你来感纳，愿你阮欢喜，你甲阮三个徛起。以马内你的上帝，你感谢你甲阮做伙。圣灵啊，引带阮认捌你的真理。圣灵啊，引带阮伫真理甲诚实的内面会当将阮的心灵献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保守你的众百姓伫路中的。来到你面前的上帝啊，你拢来管阮，用你的灵来充满阮，用你的光来光照阮。你要用笑面帮助阮，阮来感谢祈祷，靠主的圣名，阿门。这是下面从遐来报告，来报告。兄弟姊妹平安。主会之前，我来做消息报告的部分。第一，感谢主的文典，顶礼拜这次改选的结果，由杨光辉、李慧君、林小温当选新任的这次，敬请兄弟继续为着教会同工的团队大道守望。第二，好来发破话，辛苦的这次，辛苦的这次。第二，今仔日12月7日下晡1点，将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12月份定期的祭祀会，敬请祭祀同工有微心一同来参加。第三，今仔日12月7日伫和乐广场要来举行着2022台南圣诞点灯的活动，15点至19点，圣诞饼干这个演员优惠，6点半到8点半，圣诞点灯暗会，敬请兄弟来参加。第四，由于着叶佩兰兄弟甲李立辉团队已经伫10月19日台北完成婚礼，定伫今仔12月7日暗时6点半，将伫龙园餐厅要来设宴邀请到台南的亲友，然后登记参加的兄弟注意着时间出席，一同为着新人来祝福。第五，赵芬生应有这事，就是淡文馆团队的妈妈，伫12月7日礼拜日上午9点伫殡仪馆3之1入联室举行日礼拜。12月10日礼拜日下午2点伫淡门圣教会要来举行个别礼拜。
敬请兄姐一同来代祷安慰遗族。参与为歌示拜的兄姐，请伫12月初6礼拜2暗时8点，伫教会1楼要来练习。第6，12月18礼拜日伫城安圣教会要开课点，举行着圣诞赠送好米的这个活动，敬邀兄姐捐赠厝林中专心也未用到的物品，但是家长娃娃已经有足济，请你暂时唔免去捐啊。第7，12月25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节，愿你接受洗礼者，请向牧师来报名。已经报名受洗有林琼坚、肖春芳、王永琴、曾千琪啊，这是城安圣教会，请代祷，今日报奖报告。我这是请敬拜儿乐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最王，全地拢着欢喜。上帝，我感谢你，你的信息，你的主爱存到永远，你的信息直到万代。阿门。哈利，请咱起立来献上咱的敬拜。要伫你面前献上欢喜的祭。哦，我听见你听窗的声。来祈祷，将咱的祈祷亲像香摆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神谢谢你，祝你伫我的面前
阮将阮的祈祷献上，诚做芳芳的祭。迄个香是阮的祈祷献到天庭，每阵放伫你的金香炉。哦，主啊，感谢你，阮的祈祷上帝拢甲阮保存起来。到这时刻，就要诚做应允，诚做信实的应允。哈利路亚。可惜，我伫主的面前，上帝拢知影。我愿为你的享受，所有手。清起心肝的人有福分，因要来投靠伫主的实下，咱要来讹乐上帝，咱要来投靠伫伊的实果的荫下。
前，向伊来倾心吐意。谢你笑面帮助阮，去将你的关联享受互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水花的时候，你的本色定最好，不管风雨用恶打来，叫你的人拢无看来，追求东方的时刻，你的本色定最好，你的双手也宽的全力，想你的人让你心里，你的正手，你的正手也宽的全力，想你的人让你心里。咱感谢上帝，拍捧啊！感谢伊的大关联，甲伊的保护眷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生命甲伊三角结连，咱就会当得结果子。因为上帝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咱是树枝，常常念着，咱就得到伊的供应，咱就得到伊的供应。哈利路亚。这是阮的祈祷。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绿色的模样。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绿色的模样。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亲亲的想想看我的回忆，那就在你开嘴里，是的可以回归自己，轻轻地动，错过天高的万里。点点你的为真心，是的鼓励，回归自己。上帝，阮瓦克你，阮连结在你的心上。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绿色的模样。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拿亲像。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绿色的模样。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主，这是阮的祈祷。
细声来吟，咱来深深的祈祷。咱细声来吟哦，做伙来吟哦。天父上帝，你会听甲阮三甲同在，因为阮念伫你的心上，阮才会当结果子。因为阮得结果子，所以你着修理阮，剪掉遐未结果子的树枝，为着要互阮结果子搁较多。上帝，你会听，你的救赎，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保护甲引带，到遐对你心存敬虔的人，你伊显出你救恩的大权能，继续保守引带你的正义路，伫你的公义圣洁内面，甲你同心同行。对安尼，阮的活命会当因为你显出属天的光明、疼痛、祝福，并且将你的名字完全见证伫世间人的面前。唯愿上帝你为伊的真实，并你所应允伫基督内面所要赏赐互人的福气，愿每一个人拢会通极力来追求，并且靠着圣灵的溃烂，互阮全然得着。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做伙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这请坐。即咱继续用上帝话来启用，启我来读用会众，好时阵咱三甲来读上帝话。伫启用文49篇安尼讲，我是好牧者，好牧者为人舍命，若是孤工，毋是牧人，羊也毋是伊家己下。伊看见人来，龙来了，伊就放落羊逃走。龙掠掉羊，赶散了羊群。
国工逃走，因为是国工，并无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捌我的羊，我的羊也认捌我。请亲像爸认捌我，我也认捌爸同款。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毋是伫即个寮内面的，我需要去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音，也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捌因，因也对着我。我甲要赐互因永生，因永无灭亡。谁也袂当对我的手内底甲因夺去。我爸甲羊赐予我，伊比万有拢大。谁也袂当对我爸手内甲因夺去。阿门。哈利路亚，欢欢喜喜伫上帝殿中，煞只咱请廖牧师正道。咱请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伙来上读。约翰一书1章1节到2章11节，咱同齐齐声来上读，请。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阮所听见、所看见、亲目看过、亲手摸过。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阮也看过，即马搁做见证，将原来甲爸同在，并且显现甲阮迄个永远的画面传互恁。阮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互恁，互恁甲阮相交。阮乃是甲爸并以囝儿耶稣基督相交的。阮将这话写互恁，互恁的喜乐充足。上帝就是光，伫伊拢无黑暗。这是阮对主所听见又搁报互恁的信息。阮若讲是甲上帝相交，犹原伫黑暗中行，就是讲白贼的，无行真理了。咱若伫光明中行，亲像上帝伫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伊囝儿耶稣的血也洗净咱一切的罪。咱若讲家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无伫咱的心内了。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的确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咱若讲家己无犯过罪，就是掠上帝做讲白贼的，伊的道也无伫咱的心内了。我的细囝，我将这话写互恁，是要互恁无犯罪。若有人犯罪，伫爸遐里，阮有一位中保，就是迄个义者耶稣基督。伊为咱的罪做了挽回祭，毋是干那为着咱的罪，也是为着普天下的人的罪。咱若遵守伊的诫命，就晓得是认捌伊。人若讲我认捌伊，却无遵守伊的诫命，就是讲白贼的。真理也无伫伊的心内了。凡遵守主的道的，听上帝的心伫伊的内面，实在是完全的。对当咱知影，咱是伫主的内面。人若讲伊踮伫主内面，就该家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兄弟啊，我写互恁的，毋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恁对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个旧命令就是恁所听见的道。搁再来，我写互恁的是一条新的命令。伫主是真的，伫恁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人若讲家己伫光明中，却怨恨伊的兄弟，伊到如今抑搁伫黑暗内面。疼兄弟的，就是住伫光明中，伫伊并无跋倒的理由。唯独怨恨兄弟的，是伫黑暗内，并且搁伫黑暗内面行，也毋知影要对倒位去，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青迷了。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并且靠着耶稣基督，洗除阮所有拢总的罪过。亲像你对阮讲，阮若认家己的罪，上帝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就是阮有病痛。也要伫基督所受的刑罚内面，阮会通得到平安甲医治。阮靠着圣神的引带，进入到伫施恩的宝座前。亲爱的主耶稣，又搁伫爸上帝你的正边为阮祈祷，所以阮就恳求你，因着你的慈爱怜悯，搁再一届用你笑的面来帮赞阮，赐恩互阮，对阮讲话，想使阮开力，互阮有能力遵行你的话语，就互阮行伫光明中，无跌到跋倒，并对你来得到活命的勇健。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人会住伫倒位呢？伫伊的活命内底，究竟咱的人生会住伫倒位？真侪人会讲伊住伫真水的厝体，但是住伫真水的厝体，是毋是住伫真欢喜的所在？这都无一定。有人住伫真善车，无定伊住伫贫民窟，但是你讲伊无欢喜吗？对伊来讲，可能伊真满足，伊也袂伫迄个所在计较伊的生活安怎样啊过。今仔日即个月，咱拢会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内底咧表明几样代志，上界重要就是上帝的疼。了后，人要怎样得到上帝的疼？要怎样享受上帝的疼？人若有人疼惜，伊的活命就会愈来愈水。咱知影，学了一个人，互伊变好，以及责备一个人，互伊变好，倒一个靠效果呢？其实是针对这个人，伊的优点该学了，伊会愈来愈好。古早有一个人，或者老虎伍兹。伊是一个拍高尔夫真好的选手，但是伫过去的时阵啊，伊拍高尔夫，伊伫当中啊，虽然拍了真袂歹，但是总是伊拢无法度拍到伫头前，也无出名，因为伊有一个破拍，迄个破拍就是伊底的球吼。无法度吼，讲了真好势，所以伊第一个教练就一直甲伊训练，伊底球要安怎讲入去迄个坑内底。伊真久的时间，用真济的时间，差不多2/3、4/3的时间，拢咧练迄个底球要怎样对即边讲到遐，啊，互伊会当进入去迄个坑。所以伊定就是咧讲即个底球的时阵讲袂好，所以伊的成绩拢无通真好。后摆的时阵，伊换了另外一个教练甲伊教。迄个教练对伊拍几届球了后，甲伊讲一个代志。伊讲：你即马吼，底球毋免用遐济时间来练，你着讲长球。
小事一个所在若是长球，人爱讲3摆，你就讲2摆；人若爱讲4摆，你嘛讲2摆。伊就安尼一直训练伊讲长球，因为老有五知吼，伊讲长球本来就讲真好，所以买手的时阵，伊一直练，拢练这个讲长球。以后的时阵吼，伊的教练甲伊讲，你着想，你着看迄个长球的所在，你着迄种因有插机啊嘛。所以斟酌看，你伫心内底着想哦，我一球着要甲伊攻入去，所以着拢一直练讲长球，练讲长球。对伊开始用更较侪时间练去讲长球，因为长球本来就讲了好，所以尾仔去练迄个讲长球的时阵，伊伫迄当中啊练讲长球愈练愈好。以后的时阵啊，伊拍出来的成绩愈来愈好，因为伊讲长球的时间，人若用4摆。爱讲，伊敢若讲2摆，了后伊会当中出来2摆的时间来讲迄个底球。对于安尼，迄阵啊开始，老虎有知，伊的成绩一个跳着压到足头前去。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是听。约翰1:3书一直咧讲，上帝是听，上帝互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要证明伊的听。上帝差遣圣灵是要赏赐，互咱有能力来享受伊的听，享受伊的同在。上帝是听，咱若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远要来迄一位救世主，安尼咱就选择住伫伊的内面，你就会享受经历，并且伫上帝的听内底完全无有惊吓。这是约翰1:3书一直要对咱来显明的一样代志。伫基督内底享受伊的听，活出迄个听的喜乐，迄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活命。约翰1:3书内底，伊伫迄个所在来表明真侪代志，其中伊所讲的，甲咱真无相像。咱人咧讲的时阵，是定定拢伫迄个朴实的内底。人生真正我有真侪只系朴实的，但是圣经内底咧讲的，毋是朴实的人生，圣经咧讲的。特别是属灵的世界内底，伊若毋是乌，伊就是白的。你袂当讲我一半是属上帝的，我一半是属魔鬼的，袂当安尼讲。人若毋是属上帝，伊就是属魔鬼的。伊若毋是尊敬上帝的话，伊就是照着魔鬼的生活方式咧生活。所以。约翰1:3书内底，伫这当中所表明的代志是非常的清楚，伊的立场非常的清楚，伊无迄款朴实的所在，伊全部对头到尾，拢总是黑白的对立。所以伊讲到生命，但是人若无伫基督耶稣内面，安尼伊的确就是带来死亡。死亡毋是干那指着肉体死亡，死亡也是指着人无法度和上帝沟通。或者是和上帝沟通内底是无清楚的。亚当食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伊无尊敬上帝话语的时阵，地无搁再为伊效力，翁仔某就开始冤家互相责怪，因的生命肉体也开始渐渐愈来愈有害。人若是行伫光明中，伫上帝内底，伊就行伫光明中。人若无行伫上帝光明内底，那安尼伊就是活伫黑暗内底。我甲你是真好的朋友，但是我伫背后讲你的歹话，安尼我就是黑暗的人，我就是一个无清洁的人。那么我伫圣经上帝伫上帝内面是真理，若无伫真理内底，就是讲白贼的。有人问我啊，廖牧师你结婚啊未？我就甲你讲，我今仔日还未结婚。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呢？这句话就是白贼话。你听起来介像是，但是我甲你讲，我今仔日还未结婚，但是无表示我以前无结婚。所以片段的事实无代表全部的真理，真理必须要对真永远的看度来看。所以魔鬼真容易用这个模棱两可，听起来介像是安尼，但是实际上毋是安尼。伫上帝内底有绝对的听。但是离开上帝，人就会侥幸。上帝讲的彼此相听，咱若是彼此相听，咱就会活伫天堂内底。每一届在爱餐的时阵，每一届
咱伫上帝厅内底分享。对到12月初一的时阵，虽然伫迄个所在咱也开始讲咱会当伫这当中介绍讲这个喙炎会当摕掉，了后佫会当这个餐厅会当一道一道安尼来敬酒，过程已经愈来愈开放啊。我就想到古早的时阵咱迄个煮饭咖啡做伙的时阵，兄弟姊妹吼，这个炸虾，这个炸虾，这个炸这，这个炸虾。有人奉献加皮豆有个人奉献这，有个人奉献钱来买加皮豆迄就是一个听，迄享受贡献咱家己所拥有的，迄就是一个听。伫上帝内底就是公义，上帝讲犯罪就是犯罪，了为你生你犯罪你就是毋对。那安尼，但是上帝讲，我伫当中，因为听你的缘故，所以我互我的囝耶稣替你担当你犯罪的结果。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愿意照耶稣基督所行去行，你的罪会得到赦免。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我悔改，为着我的错误，我生出反悔的心，了我会悔改。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伊无讲好安尼，了你生你的罪我拢准无啦。事实就有事实就有的时阵，就爱有人出来承担。所以耶稣基督替我来承担，所以我变做无罪，是因为一个罪袂当犯2摆，所以伫基督的内底，我变做公义。但是魔鬼毋是安尼，魔鬼讲上帝若是听，伊就无应该禁止你无做这上帝若是听，就无应该禁止你做这上帝若是听，就应该互你有自由所以了你生，你会当去摕工费兄的钱随在你家己开虽然毋是你趁的魔鬼讲的就是这就是叫做不法，无伫上帝的规矩内底，伫上帝的话名内底，伫约翰所描写的，咱是上帝的儿女，但是若无行伫真理内底，人就会变做撒旦的儿女，因为伊会互相扣恨，伊会伫暗中做一寡无光明的代志。表面上甲你是好朋友，但是伫背后却是伫迄个所在中伤你、扣恨你，了后做一寡对你的危害。所以人若毋是真正上帝的儿女，伊就是会变做撒旦的囝儿。约翰伫这个所在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伊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伊就会听天父，伊会甲伊老爸和好，伊会知影老爸的心意，伊会体贴老爸的心。但是，若是无听上帝的人，伊就一直听追求这个物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毋是毋好，物质的世界是工具。但是过头强调物质世界的好处的时阵，人会袂记得上帝，敢若会记得上帝所创造的这物件，是因为伊无活伫真理内底，无活伫上帝所讲的话语内底。就亲像到伫上路尾讲，因为伊无有光明，所以伊就行伫黑暗内底。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青迷，伊属灵的目睭无拍开，伊就敢若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一句话讲，一句话若讲得好势，就亲像金苹果落伫银所切的网内底。一个牧师娘将着这句话去教予这些学生听，这5、6年的学生听到一句话，若说得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了后就问讲，甲这5、6年的学生甲伊问讲，恁听这句话的时阵有啥物款感动、感受啦？恁有啥物款感受？感觉安怎样了后，这囡仔就伫个所在讲，这个话听起来，互人感觉冷冰冰啦。是安怎金的苹果，哪有金的苹果？是安怎落伫银色的网内底？迄全部拢对头到落尾拢总是机械式的，拢总是物质的冷叽叽的物件。囡仔内底伊看讲，
是安怎哪有金色的苹果？迄嘛是机械做出来，是金属的啊。因银色的网啊嘛是银的啊。因无法度去明白迄个文字的水，所以伊就敢若会当对字面上来了解。古早有一个老师咧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个学生就讲老师李白爱去配目镜。所以伊无法度去明白迄个字句到底咧描写啥物货。同款一个俗世的人，伊嘛无法度去明白究竟上帝咧讲的话是啥物货。约翰真清楚来表明，迄个立场是真清楚的。咱若毋是属上帝，咱就是属世界。咱若无正做上帝的儿女，终其落尾一定会变做撒旦的囝儿。所以伊立场真清楚，这是约翰伫当中所对咱讲的。约翰1:23书伫迄个所在所写，伊的对象有3种。第一，伊讲细囝，细囝即个字来讲，当然会指着伊的年龄，但是伫约翰内底，咱若斟酌来看的时阵，会搁较清楚知影一样代志，就是伊是咧讲遐经历信仰内底，最得到赦免，认上帝做伊天父的人。这是打拄则开始信仰，来是开始得到启造的人。了，伊写予青年人、少年人，这人因当然身体有溃烂。但是约翰伫这个所在咧对因讲的是讲，恁属灵的溃烂渐渐勇健起来，恁对上帝的话语也愈来愈清楚，对着真理恁认捌，恁也渐渐有能力赢过撒旦，因为伫真理顶面有成长，就会知影怎样来应付撒旦，赢过撒旦，会当伫迄个所在打败撒旦。这是少年人一愈来愈勇健。了到伫信仰的老年人，伫这当中，约翰对因讲：恁久长以来经历上帝，并且久长以来经历上帝，无应该跟他讲：我信耶稣基督，信上帝有偌久。更较重要是爱真深刻的知影，你的人生是上帝一路甲你带过来。你所有属灵的征战，拢是上帝陪伴你，互你赢过，并且你也确实知影，伫耶稣基督内面你有救恩。所以面对将来，伫救恩的内底，你就毋免惊，你将来无法度和耶稣基督做伙。一个人若知影伊要去倒位，并且伊知影伊的活命伫上帝的引带内底。伊知影要去倒位，伫遐阁有一个疼惜伊的人，那安尼你的生命就会当真平安、真稳固。虽然我今仔日困伫眠床顶，无一定明仔载肉体身躯会当醒起来，但是我知影，就是我无醒起来，我也是倒转去到上帝的身边。所以伊面对每一日，伊无惊吓，因为伊知影什么人是倒一位咧引带伊的活命。所以读约翰1:23书，伊会当明白上帝的疼，伊会当经历上帝的疼，一摆、两摆、三摆，了后伊知影上帝做代志的方法，伊就会当照着迄个方法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安尼伊就会当享受甲上帝三甲同在，伫基督内面真正的喜乐。无论是少年人、细囝，还是老年人，同款，拢会当享受伫真理内底的喜乐甲平安。约翰写批互教会有5个目的：第一，就是要互因知影，因爱彼此和谐、三甲徛起；第二，要互因的喜乐充足，因为因知影所相信的是迄一位真实的、
毋是讲白贼的，毋是画大饼互你食。第三，伊是要互因保守因的圣洁，因为诚侪圣洁的百姓，伊才有法度含天父上帝三角交陪，毋好离开真理。第四，要互因离闪开异端。教会上界大的危险，就是错误的教示。了后要互因大大有愿望，因为伫基督内底有永远的愿望，包括身躯，毋是干那灵魂的尔，是身躯甲灵魂，咱将来拢会改变，拢会更新。第一，伊甲因讲，因爱彼此三角和谐，彼此三角交陪。诚实是对着上帝，对着人，对着人无讲白贼，无讲模棱两可的话。伫这当中，毋是讲迄款安尼蒙雾，互人三无长的话语，乃是真诚实，有就有，毋是就毋是。咱伫迄个所在讲话真清楚，食饱未？食饱。有诶时阵，咱会感觉歹势啊。人问咱讲食饱未？我有一届就讲问，我就甲伊讲啊，还袂食呢。啊，所全毋知要安怎应啊。我就想讲哦，安尼咱讲，咱安尼是安尼咱是安怎？哦啊，食饱未？还未？啊，你所毋知要安怎应？哦，我就甲伊讲，啊无咱做伙来食，哎了。所以，但是咱就是即款客气的文化，客气到落尾去。啊，实在讲哦，食饱未吼？嘛毋是，咱嘛无一定爱甲伊讲哦，也袂啦吼。你会甲伊讲，你会讲，我等下要食，安尼就好啊。啊，无伊说，你怎啊互伊怎毋知要安怎应？哦，所以诚实哦，但是咱人哦，真侪即款客气话。啊，我毋是讲客气毋好，但是客气甲吼失去真理，安尼就真可惜。啊，另外一部分哦。约翰对咱讲吼，因为伊含约翰吼是耶稣12个使徒其中的一个，伊是12个使徒内底吼唯一一个吼活甲自然死的啦。其他的犹太吼是去吊刀死的，其他的10个拢为耶稣基督来顺道。但是哦，约翰是互囥伫拔摩海岛，一直到伊年老自然死亡的，就干那伊尔。但是你知影？约翰伫约翰福音的时阵哦，伊描写伊家己是啥？耶稣所疼痛的迄一位学生啦。所以伊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真好。圣经甚至有一解吼讲哦，伊安怎？好，伊怎倒伫耶稣的胸坎的头前？哦，这个厉害呢，你知影无？这非常真好的朋友啦，哦，非常真好的朋友。所以伊知影怎样和上帝交陪，伊。会诚实，伊有真侪话会通问，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上帝对伊的疼。圣经内底甲咱讲那样的诚实，咱若无诚实吼，信用就袂进步，到尾也变做律法主义。信用的诚实内底上帝，你知影？大鼻王吼，捌写过一首诗啊，讲上帝啊。你是安怎有歹人起来吞打我？约伯嘛安尼问过，你知无？约伯嘛伫迄个所在，甲上帝拜问讲：唯愿我出世迄一天哦，无手来接我，我规气较早死的就好啊！你看圣经内底，你搁看过哦，以利亚有无？以利亚伫伊太赢850个假先知的时阵吼。还是讲巴力的先知了850个呢？了后亚西别起来，就要甲伊灭，要追杀伊啊！哦，这以利亚马上安怎逃走啊，逃命！了后去一家罗亭树啊下骹面伫个所在，上帝甲伊讲的时候，伊伫个所在讲：上帝啊，你规气我死好啊啦！你看我为你征战遮尔啊厉害，结果亚西别搁要杀死我的性命，伊和上帝伫遐画帕拉肯呢？咱有斟酌着无？迄是一款诚实的信用。进前的时阵，牧师讲过，咱的信用会堪得对话。我甲上帝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毋是因为你是上帝，所以我呢惊甲用要死，惊甲用要死，惊甲用要死。我信上帝，就是惊你甲我灭啦。
我是无能力尔，若无我早就甲你变过。我说对，这爱惊无毋对，但是上帝毋是干那互咱惊呀，上帝是要疼咱的，要解决咱的问题的，解决咱的罪问题，解决咱生死的问题，解决咱人生的问题。咱有真济无明白的，你会记哩无？哈巴谷嘛是安尼啊，上帝讲啊，上帝你是安怎做这，是安怎做迄，你是安怎比阮更较歹的人来处罚阮，比阮更较恶的人来处罚阮。你若用好人来处罚阮，我无话讲。但是你用歹人来处罚阮，哦，上帝，歹人你爱处罚因，是阮去处罚因，毋是因来处罚阮啊。到尾上帝讲，我就是好人来处罚恁，恁敢会惊？所以我兴起更较歹的人来处罚恁，恁就知影惊。啊，恁嘛会知影讲吼，当好人互歹人欺负，我是好的上帝，但是恁定定刑击我，恁就知影迄个心情是啥货。所以迄个信仰的对话，所以第一个所在甲伊讲，伊爱诚实遇着人，遇着上帝。安尼咱才有法度和上帝合一，咱才有法度真正知影上帝，咱也对人才会有诚实，并且咱爱彼此相甲原谅。咱若看到一个人做毋对代志，咱就无爱甲伊做朋友。我爱讲，你一世人拢无朋友，因为咱拢会毋对，但是上帝捌原谅咱啊，所以咱就爱彼此相甲原谅。但是咱家己嘛需要别人的原谅啊，敢毋是安尼？佮再来，咱若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咱相信伊赦免咱，咱相信上帝赦免咱。那安尼，咱就爱照伊所行去行，安尼咱才会堪得讲。咱是信耶稣，圣经咧讲的信，毋是相信有一个耶稣，是信耶稣基督所做的。我对伊来行，安尼我就是咧信耶稣。阮老爸吼，介无爱阮头体，所以呢，我若知影阮老爸无爱。囡仔人头体，我搁去头体，安尼我就毋是咧信阮老爸，我就是干那咧惊阮老爸。但是阮老爸若叫我莫头体，我无头体，安尼我就是咧信阮老爸。各位敢会当分出来即个物件？信甲惊是无共款哦。我信有阮老爸，这是信。但是我信，但是我惊阮老爸，因为惊阮老爸甲我讲，所以我就毋敢头体。毋过我足想要头体，这我就惊。但是我信阮老爸，我疼阮老爸，爱阮老爸，因为阮老爸讲你莫头体，我就讲因为阮老爸无爱阮头体，所以我就无爱头体。我要做伊的囝，我要做伊乖囝，所以我就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讲、来行、来做。安尼我就是咧信阮老爸，我就是咧听阮老爸。信甲惊是无共款的。好，佮再来呢，约翰写批互教会是毋望因会当喜乐，因为因知影因所信的是真正的上帝。这个上帝会当体贴人的软弱，伊知影咱不过是土份所做，所以咱会绊倒，咱会做毋对，这做毋对，迄上帝赐了赦罪的平安。所以1:90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赦免咱拢总的罪过，医治咱一切咱赦免咱所有一切的罪过。了后伫这个所在，伊又佫讲啊，伊互基督担当咱所有一切罪刑罚，并且赏赐咱永远活。人生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罪以及罪所带来的结果。人要安怎样啊，袂犯罪？伊只有尊敬上帝，为有圣灵伫伊的内面，伊做一个选择，我就是要选择行上帝的路。安尼圣灵的加添，互你开力，你就会免除罪的刑罚。人若无犯罪，无罪一身轻啊，伊的活命就会平安。第三，爱福音，保守圣洁，做圣洁的子民，毋通偏离正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顺探上帝的话语，你就袂有品格上的瑕疵。一个人若无品格上的瑕疵，伊就毋惊别人对伊中伤。讲某物人安怎安怎，到落尾先伫迄个所在呢，结果才知影讲，原来迄个人是故意中伤你的。
但是，即使我若是真正做歹去用掠着呢，安尼迄都毋是重伤啊哦，迄就是真正罪过啊。所以伫即当中，但是你斟酌来看，咱来顺探圣经所讲一切话语，你绝对袂妨，你绝对毋惊人重伤。古早人嘛安尼讲啊，树头徛好栽，就毋免惊树尾咧做风台，对无？所以你若顺正你。烦恼于别人安怎讲？哦，喙生伫个身躯顶啊，你毋免惊伊安怎讲，因为你徛会知啊。到伫路尾，当事实查考出来了后，见效的是迄个人，毋是你啊。哦，所以你既然品格上无有瑕疵，你就毋惊人对你中伤，并且一个介重要的是，一个美好的品格。会互上帝来录用你，徛伫悬悬的位分顶面。真侪人是安怎伫伊的活命内底无法度继续起哩，是因为伫伊的活命内底，伊无继续持续一直行伫上帝话语内底。代表原本要甲上帝起造圣殿，但是上帝讲你留了人的血。所以，地到伊无法度来起上帝的圣殿。流便雅各的大囝，原本伊会当承受属灵的产业，但是终其落尾，因为伊甲伊的阿姨有一款无好的关系，所以因为安尼的缘故。伫当中，伊失去大囝属灵一切的祝福，伊的名字无搁再受纪念。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的活命品格若是水，上帝原本定着伫你身上所有阳光，就会显明伫你的身上。美好的品格，互你会当胜任徛起伫悬悬的位置顶面。约翰写配合教会第4个目的，是要互因撇开异端。教会上介大的危险，就是错误的教导。即款错误的教导会互人行往死亡的道路，因为是相信一个虚假的道理。一个人只要一摆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伊就永远得到救吗？现此时伫真侪国家，甚至伫咱台湾，也有人安尼信，一摆相信受洗了后，伊一定会得到救。即句话爱真细致，圣经对头到落尾无即款的讲法。圣经是讲你相信，继续相信，你即马开始相信，一直到我离开世间这段时间拢总相信。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相信。若甲无的时阵，敢若一时的，我对9点35分相信，甲10点了后，我今仔日对10点开始，我拢无相信上帝，迄个救恩会失去。来到希伯来书的时阵，甚至也安尼讲啊，就亲像一块田园，几落摆食过雨水。应该原本伊是当伫迄个所在犁田也好种结果子，但是却无想到讲伊生出刺皮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安尼，伊的结局就是放火甲伊烧掉。伊原本是会当结果子的土地哦，但是因为伊无结出果子来，并且生出刺皮，就是比伊原本无信上帝的时阵。搁较歹，因为安怎？因为我已经得救啊，我相信啊，我永远得救，我所以当继续犯罪啊。圣经讲，伊的结局比原来搁较歹，所以放火甲伊烧掉。第二，有的人会感觉讲啊，咱毋免伤过在意身体，灵魂才是重要。所以有一寡人的时阵吼，我即摆要讲的，拜托你。听好清楚啊！毋好讲牧师看轻任何倒一个人。有的人吼来做礼拜的时阵，伊就讲
无要紧啊，迄个做礼拜吼，啊，就上帝看人的内心嘛，无看人的外表嘛。所以我穿拖穿咧，就来啊，头毛嘛免家洗咯。反正上帝是看人的内心嘛，无咧看人的外表，对无？所以青菜、凊彩啊来先，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相信上帝看人的内心，但是咱敢会当甲家己打造互较好势来表明，透过外口的行动嘛，咱会来表明对上帝的敬虔嘛？这嘛是一个表达，敢毋是？咱去相亲穿甲水当当，然后来敬拜上帝，穿甲呢破人人。安尼哪是对咧？我毋是讲你今仔日穿了无水哦，我是要表明一项代志呢尔。上帝看人的内心是对，但是咱若是会当，嘛是会当尽力甲咱上好的献予上帝，敢是安尼？阮古早的时阵吼，伫咧西利，迄西利教会吼，西利教会有一个风气啊。因就是去做，若是有新衫的时阵吼，因新衫哦，第一届一定是穿去礼拜堂的啦。所以哦，因若穿新衫去做礼拜哦，迄囡仔主日学的时阵哦，若穿新衫去做礼拜的时阵，大人拢会知影。哦，你今日穿新衫，这新衫哦，你今日你打只买一个新衫哦。所以西利教会因就是将上好安怎穿来互上帝看啦。所以迄是一个态度，所以内底甲外口是同齐重要。但是你知影，就是这当中教会有另外一款这断章取义的危险，就是读圣经敢若读一节的尔，读一段无注意到伊讲话头前后壁讲的前因甲后果。箴言9章17节来，啥物人来？民公兄，你有手机啊无？有哦，来，你查一下《箴言9章17节，刚要查，会哦。来，佮啥物人有手机啊？我看下卖来。好来，哦，苗姐啊，关庙美女伫咧无？有啦，哦，关庙美女来。关庙美女，你帮我看诗篇73篇12节甲15节来看一下来。手机啊，爱有圣经知影无？阮咧讲哦，手机啊爱圣经，安尼嘛，你随时要读就有。来，箴言9章17节安怎讲？来，民公兄，你帮我读一下头清楚来。9章17节，还袂吹着哦。好来，还袂吹着，来。好来，真德姐吹着安尼。来，真德姐吹着来，无拜托你读来。箴言9章17节。好来。好，袂歹。好来，民公兄来，9章17节，拜托你读。好来，这是箴言9章17节咯。圣经安尼甲咱教示，对无？偷来的水是甜的，暗食的饼是好的，对无？我一字不漏的把它写出来哦。箴言9章17节，一字不漏的写出来。圣经甲咱教，偷来的水是甜的，暗食的饼是好的。所以安怎？所以工位啊，我去偷摕你的钱，无算犯罪啊！你听无？这就是断章取义的危险。这句话内底是咧讲歹人讲，咧教导，咧为家己辩解。所以看圣经的时阵哦，袂当干那看一节，上少爱看一段。有个人吼读圣经有一款危险性。上帝啊！我最近的时阵吼，运无甲偌好啦。我即马祈祷，上帝啊，你着帮助我。我显起来的时阵吼，看到倒一节圣经，上帝就是你咧帮助我。所以上帝，结果一个显开的时阵，你有灾好了，你竟然用虚假的诱惑啊，牵罪个人的心。佮用锁啊，甲因的罪恶扭掉咧。上帝啊！你读圣经若是安尼读的时阵吼，你着足危险，非常的危险。所以读圣经袂当安尼，这就是断章取义的危险。佮再来吼，箴言73篇12节甲15节。
苗姐啊，你帮我看者，我对头到落尾拢无歪错哦，我是照圣经拢甲伊抄落来。因做歹的人，因过着安逸快乐的日子，因会啥？财宝加添，哦，枉费我咧洗手，表明我的无辜。哦，我伫我做毋对，上帝就甲我讲尻川。哦，逐工的时阵哦，咱甲处啊，我逐工讲我倒位啊毋对，叫我爱改。上帝啊，你安尼实在足亏待你的百姓，枉费我信你信遮尔久。歹人做遐济歹，你也无安怎样啊？但是我掠我做歹，你就甲我教死。阿妙姐，我敢有抄毋对的？无啦吼，无吼。哦，我抄得对啦吼。但是哦，伊下骹面讲的是啥？下骹面所讲的是：听候到我入了上帝圣殿，少年因的结局，我才知影因其实马上就跋倒了。因的名字无搁再有人纪念。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爱记牢这物件。搁再来，上帝要互因大有愿望，因为基督有永远的愿望，包括你的身体。咱的身体有一天会伫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上帝把咱的身体腐掉，咱待伫涂骹休烂去，咱去火葬变做骨灰。但是你爱会记得这样代志，身体毋是毋好的。身体，咱即卖现处是这个身体，因为犯罪的缘故，伫这个物质的世界内底歹去，所以上帝甲伊腐掉。但是伊腐掉，毋是就安尼，互咱拢总变无去。咱爱会记得，保罗捌对这样代志讲，将来有一天，上帝要赏赐互咱一个新的身体，亲像耶稣基督对死个活起来的时阵，伊有一个新的身体呢。伊毋是干那一个空空的灵魂呢，空空的灵魂物件食落去是会落落来呢。但是耶稣基督伊对死个活了后，伊甲学生讲：你摕一寡饼，摕一寡鱼啊，互我食。你食落的时阵，伊若无咱这个身，无这款身体的时阵，安怎？伊食落一定落落来嘛，因为空空啊，就是干那灵魂啊。但是实际上，伊是食落呀。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的身耶稣基督对死个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但是甲咱这个身体有相像，总是比咱这个身体更较有阳光。保罗对这样代志的解释是，亲像你一粒种子。你甲伊点落伫土骹，哺育出来是新的一丛。你看迄青啊，你看迄对白菜到青啊，迄青啊哦安尼几百年的，但是伊上起头的时阵，其实就是啥？一粒种子呢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爱大有愿望迎向人生啊！上帝甲你同在，你爱知影，你若会当彼此相交含人交陪，你会当伫即当知影，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并且你活伫圣经内底，就是偶然跋倒，上帝也会赦免。你会当继续活伫圣经内底，并且你伫一个正确的教会内底受教示，无想歪错，无偏离。安尼，你会当伫其中来领受这个活命真正的福气甲平安。基督的信仰毋是伫将来，乃是伫今仔日。所以你伫这个信仰内底，你不但是伫今仔日咯，是伫过去你所受的苦楚，拢会重新解说。约瑟过去受了10年的苦楚，但是约瑟到伫落尾，伊明白。原来是上帝咧引带伊，所以看过去的苦楚，是为着伊有比将来极重无比的荣光。所以过去有一个新的解说，并且对即马开始有一个新的活命的更新。
了后，伊知影遇到永远的将来，有故乡，有阳光，伊甲迄一位疼惜伊的主，保护伊的主，永远无搁再受伤害，无搁再受罪恶对伊的攻击。所以，信仰基督的信仰，改变过去，改变现在，也祝福将来。伊是伫上帝极大的恩典内底来改变。那呢？你怎样知影你真正的信仰是啥物货？约翰伫这个所在讲，你得爱真明白，定定去做健康检查。咱对身体有健康检查，咱对着咱的灵性嘛要有健康检查。伫这当中所做的健康检查有4种。第一，你是毋是确实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受到希腊影响的缘故，所以迄时代的人有人伫咧所在讲到，肉体是唔好的，灵性才是好的。所以因得放纵肉体，或者是禁戒肉体，袂当食这，袂当食迄，啊无就食这食迄，食到呢夭寿啊济。因为因伫迄个所在要败害肉体，也是过头使用肉体，也是规气拢卖攻击肉体，将肉体灭掉。所以伫迄个时代内底，因感觉肉体是无重要，是唔好的。因伫个所在，如果肉体若是无重要、唔好的，安尼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有一个问题啊。所以因就伫咧讲，迄个所在讲，耶稣基督无影是真正的肉体来到世间，伊只不过是出一个影尔。哦，这介恐怖呢！耶稣若是干那出一个影尔，一定是毋是就是无路用的，因为伊无法度受咱的苦嘛。安尼伊无法度体会到咱受试探、受引诱。但是希伯来书讲，伊甲咱同款，凡事受过试探，伊甲咱同款是必须要甲咱这个身体、甲咱的情欲啥物货，拢总同款，才会当算同款啊。所以耶稣基督，伊若是干那一个影尔，无真正的肉体，安尼咱的救恩就是假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真的，伊的腰、伊的口、伊的笑、伊的疼。所以另外一部分，有的人讲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回教的国家就是把耶稣当作是先知其中的一个尔，但是伊毋是神。今仔日嘛有真侪人也阁安尼想啊，但是耶稣基督敢是安尼？毋是啊，圣经讲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耶稣嘛是完全的神。伊是神，但是伊限制家己的能力，活甲亲像一个人。你知影这真无简单呢？一个善食人要假啊做好野人，伊也当假。但是一个好来，我即马吼含你相拍冤家。你捌看过迄个武侠片无？我含你相拍冤家。我功夫吼已经吼甲炉火纯青的地步啊！我只要一个江风甲你拍落去的时阵哦，我甲你讲，对遮甲你拍一个江风啊，你对遮喷伊甲火车头，毋知死啊！你一直甲我拍，一直甲我弄，一直甲我拍，甲你弄，你感觉哦，我拢足无功夫底底就对嘛。你若是安尼，你会安怎？若你是迄个男主角，你会安怎？古早人，我听阿五这古早讲一句话：下句话袂论得扫。你迄个时阵就该弹一个，互伊怎喷家去火车头啊，对无？耶稣无安尼呢。耶稣有能力会当做这，会当做迄，但是安怎？伊家己限制。我即马就是一个人。哦，这上界无简单。你知影耶稣几落摆啊，受到这款刺激啊，魔鬼几落摆攻击伊啊。当咧受伫公会迄个所在，人咧甲侮辱的时阵，对伊讲啥？你若是上帝的囝，有无？上界伫伊对起头的时阵，要出来服侍的时阵，魔鬼就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来到伫要受审判的时阵，又搁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每一摆伊若行新热的时阵，遐法利赛人无介意伊的时阵，就讲伊若是上帝的囝，伊就无应该伫安息日做这个代志。伊若是对上帝遐尼来的人，
毋若干那安尼呢？当伊互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下骹面的人佫讲：你若是上帝囝，佫较麻烦的是啥？迄个含伊做伙钉十字架，迄个真正的强盗讲：你若是上帝囝，哦，你会火大袂火大？那我哦一定过来甲伊扒咧，了后我再过来钉十字架。但是耶稣毋是，伊甲家己限制掉咧。我今仔日就是一个人。我必须要甲人受同款的苦楚，我才有法度成就一个神变做人对头到落尾的过程。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有真正认捌耶稣基督对着咱的宽容忍耐体会咱无？错误的教导内底讲耶稣基督的是。伊是受洗的时阵，圣灵充满，了后伫钉十字架的时阵，圣灵就离开伊啊。所以肉体是毋好的。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对头到落尾无即款教导，肉体是好的，食物件嘛是好的，人的活命一切拢是水，上帝所赏赐的拢是好，只不过是伫罪恶当中的运作内底，咱家用了害去呢。搁再来，你需要伫属灵的顶面，知影你家己有圣灵。受洗的时阵，圣灵甲你同齐证明，因为你受圣灵的感动，你才知影，你才会愿意受洗。但是这是入门尔，这是开始学习注册。搁再来，受洗了后，生活上愿意受圣灵的引带，因为圣灵伫你内底，你会对着这无好的代志感觉忧伤。只有这受圣灵的引带，但是搁再来，你会进入一个层次，就是圣灵充满，你会得到能力甲权柄。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爱会记得到能力甲权柄，是安怎真侪人伫这第三部分无法度得到，因为伊就是敢若想要得到能力甲权柄，伫迄个能力甲权柄内底，感觉家己足好。但是请注意，得到能力甲权柄，圣经对头到落尾是讲为着服侍。所以能力甲权柄才会伫你的身上。你若毋是为着要服侍，干那要伫迄个所在展英雄，能力权柄袂伫你的身上显明。所以像那谦卑的人会看到上帝，原因就是伫遮。你会得到能力甲权柄，你要受圣灵充满，请会记哩，我是为着要服侍，为着你要服侍，上帝就会甲这个物件加添予你。第三。伫道德的顶面，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莫侥幸，侥幸的人抑佫活伫黑暗中，侥幸会引起杀机啊！所以对着人莫有侥幸。了另外一部分，伫道德上，咱有的时阵有的基督徒讲，遐个人咧靠功德，但是咱若是认为讲，因信称义成做功德，赢过功德，那呢，咱就毋通。当生，咱也要分享。上帝予你的才能，予你的恩赐，予你的财富，的确咱爱加会晓分享。安尼咱才有法度证明讲，我因信成做上帝囝，是超过功德，对无？若较无，咱就是敢若剃头剃一半尔，并无真正伫上帝听内底，伫伊的真理内底。安尼咱就是变做白贼的。伫道德顶面，咱需要呢。第四，伫社交的顶面，咱爱听上帝经历，包括听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受到真侪困窘的时阵，咱爱为因祈祷。伫教会当中，咱正做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咱就爱彼此相听，互相照顾。咱搁爱斟酌找回遐碰见去咱的肢体，有的人受洗了后，真久无来做礼拜。离开上帝，咱爱去甲伊找倒转来。今日咱唱的诗歌，敢毋是原来安尼吗？启应文内底，敢毋是原来安尼讲吗？佮再来，咱爱继续来将着遐一直伫雕外羊，甲伊带倒转来。耶稣讲的，失去的囝爱找倒转来，伫雕外羊嘛爱甲伊带倒转来。咱若安尼。伫这4点内底，就会证明咱所相信的是真的，也证明了咱是属上帝的儿女。
真侪人受到希腊的思想影响，所以将着灵魂甲身体切开，将着信礼拜堂的信仰，甲礼拜堂外口的信仰分开。伫教会内底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出去外口就变做毋是基督徒。亲爱兄弟姊妹，咱安尼会精神分裂啦。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安怎生活，出去外口嘛爱安怎生活。咱伫教会安怎彼此相听，咱出去外口遐无古锥的人，咱嘛爱共听。迄是一款学习，迄是一个画面的突破。所以对上帝话来看，咱的灵魂体其实才是一个算完整的人。咱若是这三方面拢会当照上帝话语来运作，你伫地面上就会变做基督的代表。其实某一部分来讲，你甚至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徒的意思原本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督。所以你会看到你的身份，你的尊贵，你的荣光。因为你无扣现，无伫别人后壁讲别人的闲话，你就活伫光明当中。罪恶无法度中伤你，因为你无有罪恶伫你的身上，你的人生一定是会快乐，一定是光明的。你一定每一天充满热情，充满喜乐。唯愿上帝帮助咱，老约翰伫因年老的日子。写约翰1、2、3书，古早人讲，人要死啊，讲话一定是上界重要的；鸟啊要死啊，啼哭一定是上界悲哀的。所以老约翰伫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将上重要的，甲你比出来。上界重要就是听。对上帝领受听，咱才有能力分享听，咱才有资格享受听。三角码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愿你的话语成就伫阮的当中，加添阮，互阮倚靠你，伫一切的事上认定你的名，照你所讲的来行，导阮伫人生的过程内底。享受听光明喜乐甲荣光，感谢主，听阮的恳求，赐阮伫阮的日子，互阮伫你所赏赐阮伫地面上架脚的日子，用阮全部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名。我定因为安尼来得到荣光甲祝福。恳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即是三甲做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求主施恩帮助咱，亲像这首诗歌讲的：主啊，互我听见你疼痛的声，互我尊敬尊荣你的名。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
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愿我祈祷，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赐恩予你，伫你所行一切的道路顶面，因圣神徛起伫你的心内底，予你为罪忧伤，离开罪恶的道路，行伫伊的公义正直的路上，予圣灵徛起伫你的内面，予你诚侪圣洁活的祭，甲家己献予上帝。予你一生的年日，伫耶和华面前蒙恩典得福气，并且伫苦难中靠伊刚强得胜，直到将来伫伊施恩宝座前得伊的称赞，甲伊同齐进入伊为人所有备、公义圣洁荣耀的国，含伊三角徛起，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告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